cbox， 然后再来看进入之后，其实它还会有一个叫做cbox， 这个其实是一个命令啊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去运行的。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启动 Apache 和 MySQL， 因为它其实内置了 Apache 和 MySQL 这样的一个软件了。那么 MySQL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数据库，因为它的一些相关的文件会保存到数据库里面。那么与此同时还有是一个 Apache 的话，在这里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开源组织啊， Apache 其实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静态资源的服务器，它和 Nginx 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的一个性能啊，它的一个并发和 Nginx 相比的话并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在我们自己内网去使用这个 Apache 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像这个强盗的话，它其实是使用的是 PHP 开发的，所以呢去使用 Apache 或者去使用 Nginx 啊，都可以去使用去运行我们的 Nginx。 好，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启动啊，启动的话是使用 cbox /cbox， 然后呢